现在无法超越台湾之宝也正在快要的内容，热情，然后再从小学对吗？变成伤了，对啊，不是这样。干了，有啊，干什么？我大，怎么体验一下？我都没看到。对啊，我是这样。在那里，那个意思，哎，这个桌子底下都是假，有看到吗？这个什么？这个别管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对呀，这个对呀。你拿那个月历纸给他看死啊！你桌上的那个月历纸你给他拿起来，然后都是很会讲。这两个看这个的。那你可能说是你可以说哪几点人？可是啊，就刚刚去。